2000年，國家主席江澤民喺中南海接見到北京述職嘅行政長官董建華。有香港記者問江澤民係咪欽點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，江澤民立即訓斥，重溫當年佢嘅講話。江主席，現在呢，那麼早呢，你們就是說支持董先生呢，會不會給人的感覺就是內定呢是欽點呢董先生呢？沒有任何的意思，還是按照香港的，按照基本法，按照選舉的法去產生。但是你們剛才也問我啊，我可以回那邊去無可奉告，我也不高興，那怎麼辦？那董先生，我講的意思不是我是欽點他當下一任，你問我不支持不支持，我說支持，我就明確給你告訴你，你們畢竟還 too young， 明白這意思吧？我告訴你們，我是身經百戰了，你們要知道，美國的華萊士那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，我給他談笑風生。所以說媒體啊，還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。懂我這樣，識得唔識得啊？